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若要寄菜互家家的受刑人来食，是大学问哦。日前有律师买这个鸡肉块甲汉堡寄互受刑人，结果这个鸡肉块是顺利来通关，啊，这个汉堡有夹一块起司，互认定是真会歹去的食物，会危害健康，所以去互退货。啊，讲吼，想要寄菜到家家，有袂少的美角哦，就亲像讲烟肠鸡甲鸭。甲烟肠鸡鸭真共音，部分的受刑人就真进去。要去免费炸什么料理，才会当过关？进前有律师买鸡肉美国挂包，佮特别交代讲，要有蓝青菜，最后鸡肉通过，美国挂包无过。检查汉堡的时候发现，里面含有起司，这个部分容易腐蚀，对于那个收容人的部分可能健康造成影响。因为经验辛苦，排咧去买人生仔包，逐日为了检查，互人吐甲害了了，足歹看的。看看有没有过重2.0，生菜跟起司都不行。其实想要炸火客菜，接见这个受刑人也是收容人，肉一定要切，袂当有刺甲骨头。海产袂使有壳，就是避免因用食物伤害家己，也是别人。调味方面，袂当淋米酒，嘛袂当牵鸡汤嘛袂使。为了避免粉状的毒品、药品被炸入去家家内底，所以讲胡椒粉、盐、糖等等物件，拢总袂使炸。另外像烟前鸡鸭有烟肠鸡鸭的音，所以讲受刑人嘛无欢迎。可能有些是基于安全考量，有些是基于卫生的考虑，都有明确的一个揭示。寄菜卖甲真济，后届要去免费时，一定要看详细，唔能互因期待真久，结果煞无物件通食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